其他消息，咱先来关心天气，先来关心地动。伫今日半暝1:16的时，南投是发生规模4.6的地动。这个地动的中央是伫南投县政府东南东平19.3公里的所在。地动的中央伫南投的水里，深度是28.9公里。伫南投、彰化、云林，还有台中，上大震度拢有3级。继续，咱来关心天气，接落来咱来看云图。今仔日呢，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，因为第六冷气团已经减弱，日时温度就会小可回升。今仔日西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6度至28度，也若东半部大约是24度至26度。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五暝是11.8度，各地早暗会感觉较寒较冷。也若西半部日时暗时温差会较大，所以乡亲早暗都要穿好少。雨水的部分，今日日时只有东北部沿海，也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，也毋过雨无大。